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！今日推介嘅就係醫飛嘅產品。醫飛咧，平時大家咧聽佢嘅醫飛嘅遠紅外線能量貼啦，或者佢嘅遠紅外線嘅按摩器咧，大家都覺得好有用同埋好出名噶啦。今日推介呢個咧就係食得落肚嘅，呢個就係醫飛嘅能量高效魚油啦。呢個魚油咧得到國際2大嘅魚油標準認證嘅，而且每粒咧係蘊含咗500毫升嘅豐富營養嘅，更加係黃金比例，對護心啦、健腦啦、護眼係非常之有用嘅。而且好突破性咧，加入咗醫飛能量喎，佢俾啲魚油裏邊嘅水分子團咧變得更加細，更加容易俾人吸收。而且佢比一般咧市面上嘅魚油嘅產量嘅體積更加少，所以容易吞啲啦。而且科研實證，醫飛能量咧，佢能夠雙向調節腸道嘅菌群，增加有益菌啦，減少有害菌，平衡呢個腸道健康。同埋相反呢個研究成果咧，仲曾經喺美國權威雜誌發佈過嘅添。而平時佢嘅市場價係490蚊，而健康博覽有優惠價，第一件只賣210蚊啫，而姊妹價咧就係420蚊一盒嘅，所以話越買得多就越上得多。我哋有買3送1、買5送2、買7送3同埋買9送4嘅，所以有興趣朋友可以嚟我哋攤位 E08至10同埋 E13至 E15 了解多啲，到時見。